校讲客语，咪咪说讲学吧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，欢迎收看微笑讲客语，咪咪说讲学吧。我是徐薇老师，不是教英文的吗？怎么会在这里教客语呢？告诉您哦，奶妈黑汉宁，我也是客家人，而且以身为客家子弟为荣哦。客家人呢，在历史上有5次的重大迁移，在每一次的迁移过程当中，凝聚起浓厚的家族力量跟情感哦。所以一般在客家庄里面，大家庭的形式是常常看到的。那么您来到客家庄以后，要学会怎么称呼人。我们今天先来学几个简单的，比方说客家话里面的爸爸妈妈怎么说？爸爸就是阿爸，阿爸；妈妈呢？阿梅，阿梅，您现在就可以转身对你的爸爸妈妈说阿爸，阿梅。其实客家人呢是非常重视家庭的伦理的，所以我们常常看到3代同堂的大家庭的形式。那家里的老人家像爷爷奶奶怎么说呢？我们先来学爷爷，叫做阿公，阿公；奶奶呢？阿婆，阿婆。别忘了妈妈那一边，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说的外公外婆。外公怎么说呢？阿嫁公。外婆呢？阿嫁婆。那个阿也可以不念出来，可是念出来的话呢，通常是代表敬称的意思。那个阿那个字本来是高山，所以外公也可以说嫁公，外婆呢可以说嫁婆，也可以说阿嫁婆。可是客家话的阿公婆是指祖先，所以如果你听到客家朋友说今本日要拜阿公婆，意思就是指今天要祭祀祖先的意思。今本日要拜阿公婆，就是今天要来拜拜祖先哦。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东西。爸爸叫做阿爸，妈妈叫做阿梅，爷爷叫做阿公，奶奶叫做阿婆，外公阿嫁公，外婆阿嫁婆。记得什么是阿公婆？对了，就是指您的祖先。感谢徐薇，谢谢收看咪咪说讲学吧，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